你有冇試過夜晚瞓覺之前隨手打開手機，本來只係想睇2條片放鬆一下，點知睇到一位師傅好嚴肅咁講：你呢個生肖今年有大關，屋企又有一個方位犯煞，如果唔及早處理，輕則破財，重則影響健康，甚至連屋企人都會受到牽連。本來你今日過得好地地，聽完之後個心突然嚟一嚟，你開始諗起丈夫最近話條腰痛，個仔轉工又唔順利，自己上個月部雪櫃無端端壞咗，使多幾千蚊，愈諗愈覺得係咪真係有啲嘢發生緊，只不過自己一直唔知道。跟住對方再話，幸好問題仲有得化解，只要喺某個日子之前請一件指定嘅物品返屋企，或者做一個儀式，就可以將個災減輕。價錢可能唔平，但你個心會諗，錢可以再賺，屋企人嘅平安點可以冒險？萬一真係有事，自己豈不是後悔一世？問題就喺呢度。一套真正有用嘅學問，點解一定要先嚇你？如果一粒煞星真係可以決定一個人嘅生死禍福，點解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嘅人，人生可以差得咁遠？如果一件物品真係有能力擋住所有問題，點解賣俾你嘅人要不停催你今日落單，聽日就話太遲？今日我哋唔係要話所有術數都係假，亦唔係要取笑相信命理風水嘅人。人遇到困難，想知道前面條路點行，想揾一點提醒，係好正常嘅事。尤其人到中年，去到退休前後，每一個決定都可能牽涉幾十年積蓄仔女健康同住屋，邊個會完全唔擔心？但術數一旦離開條件、格局、時勢同現實，只剩低一句災禍預告，佢就唔再係一套幫人判斷嘅方法，而好容易變成一門恐懼生意。用黃庭之先生留下嘅思想框架去理解，術數唔係用嚟表演神通，更加唔係見到一個可怕嘅名詞就即刻替一個人宣判。真正要睇嘅係一件事，由咩條件形成一個人嘅性格，放喺咩環境裏面，佢手上有咩資源，當時嘅時勢又容唔容許佢咁樣行。所以黃庭之先生嘅學問特色，點解唔適合講成神怪故事？原因唔係佢完全唔談吉凶，而係佢重視嘅，從來唔係用一句吉凶嚇住一個人，而係幫人睇清楚事情究竟係點樣形成。我哋先由一個最基本嘅問題講起，點解人咁容易相信災難式嘅玄學內容？很多人會話因為迷信咯，因為冇常識咯。其實咁樣講太簡單，亦未必公平。人最容易相信恐嚇式答案嘅時候，往往唔係最無知，而係最無助。香港人生活裏面有好多擔心都係真嘅。50幾歲嘅打工仔最怕公司忽然重租，呢個年紀再出去揾工，人哋會唔會嫌自己老？60幾歲準備退休，銀行有一筆錢，但一見到醫院賬單，個心仍然跳一跳，唔知道筆錢夠唔夠用到80幾歲。仔女大咗，有人準備移民，有人供樓供到透唔到氣，有人婚姻唔穩定。做父母嘅表面話由得佢哋夜晚瞓喺床上，又忍唔住諗將來有事，最後係咪都係自己執手尾？呢啲問題最辛苦嘅地方，唔單止係可能有壞結果，而係冇人可以保證個結果。醫生唔會保證你永遠冇病啦，銀行唔會保證投資一定升，仔女更加唔會簽一張紙保證一世孝順。當人長期活喺不確定裏面，突然有人走出嚟話，我知道你之後會發生咩事，自然會變得好吸引。神怪故事首先賣俾你嘅，未必係一件擺設，亦未必係一場法事。佢首先賣俾你嘅係一種確定感。雖然呢種確定未必真，但人在驚嘅時候有一個答案，好似總好過完全冇答案。而恐懼仲有一個特點，就係比複雜分析容易入口。例如一個人晚年開始冇錢，真正原因可能好多，可能收入減少，可能醫療支出增加，可能退休後仍然不停補貼仔女，可能以前投資過度集中，亦可能夫妻之間從來冇講清楚邊個負責咩支出。你要逐樣拆，當事人未必想聽，因為每一樣都同自己嘅選擇有關。
有些問題仲要承認，原來自己一路以為係疼愛仔女，其實係冇界線，一路以為自己有投資眼光，其實係輸唔起又不肯收手。但如果有人一句話同你講，因為你今年犯太歲，所以破財，成件事突然簡單晒，唔使睇賬單，唔使同仔女傾，唔使承認自己判斷錯，只要將問題推俾一個睇唔見嘅力量，個心暫時會舒服一點。人最心急嘅時候，最想要嘅往往唔係完整答案，而係一個可以即刻抓住嘅原因。仲有一樣，坊間好多說法都講得好闊。有人話你近期有小人，你自然會諗起公司裏面某一個同事；有人話你家宅不寧，你便記得上星期同太太鬧過交；有人話長輩健康要小心，50、60歲嘅家庭裏面，邊個屋企冇一位長輩要福醒？對方講一句好闊嘅說話，我哋自己喺心裏面揾一件事填落去，最後就覺得點解佢咁準，連我屋企嘅事都知道。最麻煩嘅係恐懼會令人暫時失去平時嘅比較能力。香港人買一部洗衣機都會睇幾間鋪頭，格價，睇保養，睇網上評價。買保險更加會問條款，供樓會計利息。但一聽到唔化解會影響仔女，好多人就唔敢慢慢諗，因為牽涉仔女健康、婚姻同意外，個心會覺得就算得1成機會係真，我都唔敢唔做。呢個就係恐懼式術數最容易入手嘅位置。佢唔需要證明自己100%準，只需要令你覺得你承受唔起佢。萬一講中，咁講到呢度，係咪代表術數全部都只係利用恐懼？又唔係。問題從來唔係一套術數裏面有冇吉凶，而係你點樣理解吉凶，又點樣將佢放返入現實。術數可以理解成古人用一套符號、分類同關係去整理人生經驗嘅方法，裏面有星曜宮位、五行方位，有佢自己嘅文化背景同判斷系統。你可以研究，可以參考，但唔應該將每一個符號講成有一股神秘力量逐日控制你。幾點破財，幾點鬧交，先唔好講得咁遠。我哋用睇醫生做例子，一個人頭暈，醫生唔會淨係見到頭暈2個字就同你講一定係腦有問題。佢會問你幾多歲，最近瞓得好唔好，有冇食藥，血壓點樣，有冇崩血，係一起身就暈，定係成日都暈。同一個症狀放喺唔同人身上，原因可以完全唔同。20幾歲捱夜頭暈，同70幾歲突然頭暈，處理方法點會完全一樣？術數裏面嘅星曜同宮位都應該放喺整體關係裏面理解。單獨抽一粒星出嚟就宣布一個人一定有災，好似醫生只睇到一個數字就即刻判你有重病，聽起來好果斷，但未必係判斷，可能只係草率。所謂星曜，簡單講可以當成描述某一類性格、處境、壓力或者行動模式嘅符號。有些符號比較接近衝動，有些比較接近穩定，有些容易出現競爭，有些較多變化。但同一種力量放喺唔同位置、唔同人生階段，表現可以完全唔同。好似火，冬天有火可以取暖，廚房有火可以煮飯，但火失去控制就會燒傷人。你唔可以因為火有危險就話所有火都係兇，亦唔可以因為火有用就當佢永遠唔會出事。坊間最容易做嘅就係將術數講成一本吉凶詞典，見到呢粒星就係兇，見到嗰粒星就係富，某個方位就一定係財位，某隻顏色就一定可以化解。但真正嘅判斷唔係查字典，要睇強弱，睇配合，睇位置，亦要睇當事人本身有咩條件。煮餸都係一樣，人本身唔係好，亦唔係壞，落得適量可以提味，落得太多成碟餸食唔到。放喺湯裏面同放喺甜品裏面作用亦唔同。你唔可以見到一包鹽就宣布今日餐飯一定好食或者一定難食。所以術數真正要睇嘅係一個符號放喺咩結構之中。神怪故事就簡單得多，見到一個可怕嘅名稱配一段陰沉音樂，再話你有事已經足夠。講到殺星，正正係最容易被講成神怪故事嘅地方。一聽到殺字，
很多人已經驚喎。殺星入命就話一生多災多難，入夫妻宮就話一定離婚，入財帛宮就話一定破財。流年見到就話今年有血光之災，但我哋先冷靜問一句，所謂殺係咪只可以代表一場災難？如果用生活語言去翻譯，殺所代表嘅有時可能係阻力較大，事情推進得唔順，有時係一個人性格比較急比較硬，唔容易妥協，有時係某段時間變動增加，容易有衝突，亦有時代表一股力量好強，處理得好可以成為行動力，處理唔好就容易過火。例如一位40幾歲嘅中層管理人員，做事非常快，決定亦夠果斷。公司遇到危機，其他人仲開緊會，佢已經安排好邊個負責咩，當機立斷，幫公司頂過一關。呢種性格你話係好定壞？喺危機裏面當然係優點，但公司穩定之後，需要慢慢協調唔同部門，佢仍然用同一種急硬唔俾人解釋嘅方式做事，就可能得罪晒身邊人。如果只用吉凶講，可以話佢命帶煞，容易同人衝突。但咁樣講完有咩用？真正應該幫佢睇嘅係佢嘅決斷力喺咩環境下係優勢，幾時會變成過度控制。如果佢識得喺重要會議裏面聽多10分鐘，先問清楚再落決定，原本嘅衝動便可能變成有魄力。呢個先係術數可以幫人嘅地方，唔係宣布你脾氣差，所以一世得罪人，而係提醒你某一種力量一過咗火，代價會比別人大。婚姻亦一樣，一個性格強、說話直接嘅人，唔代表一定離婚。如果配偶本身比較包容，兩個人又願意講清楚責任，呢種直接反而可以令家庭少啲猜測。但如果兩個人都好醒，大家一有壓力就要贏，錢又冇講清楚，照顧長輩又互相推，咁衝突自然愈積愈多。命盤如果顯示某種關係傾向，作用應該係叫人早一點處理，而唔係叫佢相信反正注定離婚，做咩都冇用。有時人一相信自己注定失敗，反而會停止努力，最後真係將一段有機會修補嘅關係推向破裂。財務方面亦一樣，有些人膽量大，見到機會就敢入市，呢種性格喺經濟向上，自己又有專業判斷時，可能幫佢把握機會。但去到退休之後，仍然借錢投資，將大部分積蓄壓落一個項目，同一種膽量就可能變成災難。所以唔可以淨係話命中有財，亦唔可以淨係話命中破財，仲要問呢個人有冇風險管理，輸咗之後仲有冇生活費，佢係用閒錢投資，定係將醫療費都壓落去。有殺星未必代表一定有災，有時只係提醒你某種性格、某種力量或者某種處境，一旦失去分寸，代價可能會比較大。而要知道一股力量會點樣表現，就要睇格局。格局兩個字聽起嚟好似好高深，簡單講就係一個人各方面條件互相配合之後形成嘅整體狀態，唔係一粒星好，成個人就一定好，亦唔係一粒星差，成個人生就冇希望。要睇佢有咩能力，家庭俾佢咩支持或者負擔，手上有咩資源，外面嘅環境需要咩，佢自己又點樣選擇。一間公司請高層都唔會只睇一項能力。一個人好有創意，但完全唔識執行，未必適合管理幾百人。一個人好穩陣，但市場正要快速轉型，佢每件事都要研究半年，可能就錯過時機。能力本身冇絕對吉凶，要睇同位置、團隊、環境配唔配合。人生都係咁，有些人條件唔差，機會亦多，但樣樣都想要。今日話做生意，聽日話移民，後日又話轉行。佢唔係冇運，係冇一樣真正做得深入。有些人好有才華，工作能力亦強，但每次就快成功，就因為一句說話同合作夥伴反面。佢表面係遇人不淑，睇深一點，可能係自己從來忍受唔到別人有不同意見。亦有人收入好高，外人睇佢一定有才，但屋企開支大，仔女海外讀書，供樓供車，再加上自己中意高風險投資，10幾年後未必比一個收入普通
但有紀律嘅人穩陣。所以吉唔係保證，凶亦唔係終局。我哋可以將格局分開3層睇。第一層係能力，即係你有冇能力做成一件事。第二層係條件，你有冇時間、健康、金錢、合作關係支持你。第三層係時機，外面嘅市場同你而家嘅人生階段容唔容許你發揮。3層配合，事情先容易成形。淨係睇能力唔睇環境，容易將所有成功都叫命好。淨係睇困難唔睇自己嘅選擇，又容易將所有失敗都叫命差。例如一位60幾歲嘅父親，有一層公園嘅樓，銀行有積蓄，3個仔女都已經成年。表面睇條件好好，應該安享晚年，但一家人從來冇講過將來父親需要照顧時邊個負責，層樓日後點安排。父親一直以為3個仔女自然會商量，3個仔女心裏面又各自有一套想法。到父親有一次入院，需要人輪流照顧，所有問題一齊浮上來。大仔話自己住得遠，細女話以前已經幫得最多。二仔就問，既然大家責任一樣，點解層樓安排一直唔清楚？如果只係話呢個家庭家宅不寧，叫佢哋買一件擺設返屋企，幫唔幫到？真正嘅格局係財產喺邊個手上，照顧責任有冇講清楚？兄弟姊妹過去關係點樣？父親有冇保留足夠醫療同生活費？呢啲現實條件先真正決定個家庭之後點行。格局唔係一句高深術語，而係提醒我哋人生從來唔係一個因素決定。仲有一樣係神怪式術數最容易忽略，但黃庭之式判斷特別重視嘅就係時勢。同一種性格放喺唔同年代，結果可以完全唔同。一個咁冒險嘅人喺經濟快速發展、市場機會多嘅時候，可能成為成功創業者，但喺市場收縮、利息高、現金流緊張嘅時候，同一種冒險可能變成負債。一個對公司忠心願意、做足30年嘅人，喺以前某些行業裏面可能一步一步升上去，但今日行業轉得快，一間公司都未必可以生存30年。過度依賴同一個戶主，反而可能增加風險。上一代香港人，好多人靠一份穩定工作，慢慢供樓，最後建立一份資產。下一代面對嘅可能係樓價、租金、行業轉型、工作不穩定同移民選擇。如果淨係用一句上一代命好，下一代命差，咁就將整個社會環境嘅改變全部抹走。術數要有現實感，就唔可以離開時勢。例如兩個同樣65歲嘅人，銀行都有一筆退休金，一個住屋已經解決，身體尚算健康，仔女經濟獨立，另一個仍然租樓，要照顧患病配偶，個仔又失業。即使命理結構有些地方相似，佢哋可以承受嘅風險都完全唔同。你唔可以見到所謂財運，就同兩個人都講今年適合投資，應該先問筆錢輸唔輸得起，每個月固定支出幾多，有冇醫療需要，如果投資3年攞唔返，生活會唔會受影響？所謂好時機都要睇係咪適合你而家嘅人生階段。有人一聽時勢就會話，咁即係所有問題都係環境，個人做咩都冇用，又唔係。時勢決定你站喺一條咩路上，性格影響你點樣行，資源決定你可以行幾快，選擇就影響你會唔會明知條路唔通，仍然死頂。神怪故事最方便嘅地方就係唔需要解釋時勢。工作唔順就話流年不利，夫妻鬧交就話生肖相沖，冇錢就話財位出問題。但有些工作問題真係因為行業正在衰退，有些夫妻問題真係因為退休後日日對住生活角色改變，又從來冇重新分配家務。有些萬年焦慮根本係退休安排未準備好，離開時勢講命運，好容易將時代嘅問題錯當成一個人命差，亦容易將自己可以處理嘅問題全部推俾一個睇唔見嘅原因。呢個又帶出另一個危險，當一個人將所有問題都推俾命，佢可能慢慢失去責任。有人每次同家人鬧交都話自己命格硬，天生脾氣係咁，
有人成日投資失手，就話自己流年差少人多，從來唔肯睇下自己係咪每次都喺最心急嗰陣入市。有人工作幾十年都冇儲蓄，到退休先話自己命中無財，但回頭一睇，原來收入唔算低，只係每次仔女開口都冇上限幫，每次朋友介紹投資又怕執輸。將問題講成命中注定，短期會令人舒服，因為唔使承認自己有錯，亦唔使改，但長期來講，同一個問題只會不停重複。風水方面亦常見，屋企雜物堆到行唔到，睡房太光太嘈，夫妻日日為收納同家務鬧交，但最關心嘅係門口放咩先可以旺家宅，唔係話傳統擺設完全冇文化意義。你中意擺一件令自己安心覺得吉祥嘅物品冇問題，但一件物品唔可以代替清理走廊，唔可以代替修理漏水，亦唔可以代替兩夫妻坐低講清楚。財務亂就問財位擺咩，工作能力多年冇更新就問幾時有貴人，長期唔做身體檢查就問今年有冇健康劫。問題唔係問術數，而係將術數當成代替現實行動嘅方法。仲有些人會慢慢依賴師傅替自己決定，轉唔轉工要問，買唔買樓要問，應唔應該同仔女講清財產要問，甚至身體唔舒服先問係咪流年問題。術數可以提供一個觀察角度，但唔可以代替醫療、法律、財務同家庭溝通。如果一個人愈學術數，愈唔敢自己做決定，咁呢套學問究竟係令佢清醒，定係令佢更加依賴？當然，人遇到大事時想揾人問十分正常，尤其去到某個年紀，行錯一步可能真係影響幾年甚至10幾年，邊個唔驚？但真正值得信任嘅人唔會將你嘅害怕變成控制你嘅工具，佢應該提醒你仲要問咩問題，而唔係叫你停止思考。術數如果令一個人愈來愈識判斷，先叫幫人。如果另一個人凡事都不敢自己決定，佢其實正在削弱呢個人。而恐懼式生意往往就係利用呢份依賴，一步一步形成。第一步，先提出一個你無法即時證明嘅危機，話你今年可能破財，家中有人，健康容易有問題，夫妻感情會變，或者某位親人容易有意外。呢啲內容範圍好闊，短時間內好難證明錯。就算今年最後平安無事，對方亦可以話因為你有化解，所以先避過一劫。第二步，將你日常遇到嘅問題重新解釋成佢所講嘅證據。最近失眠係家中有煞氣，工作唔順係流年不利，夫妻鬧交係睡床位置有問題，仔女唔聽話係生肖相沖。本來每一件事都可以拆開分析，但經過包裝之後，全部變成只有對方先睇得見嘅神秘危機。第三步，加入時間壓力，要喺某日之前做，過咗某個節氣就太遲，今個月唔處理，下個月問題會加重。恐懼加上限時，人就冇空間慢慢比較。做生意最怕人諗清楚，所以有些說法一定要你即刻決定。第四步，提供唯一解法，一定要買佢指定嘅物品，一定要由佢親自做某個儀式，唔可以自己處理，亦唔鼓勵你問第二個人。真正可疑嘅地方唔一定係對方有冇收費，任何專業服務都可以合理收費。問題係佢先宣布一個只有自己睇得見嘅危機，再宣布全世界只有自己可以解決。第五步就係建立長期依賴。今年處理完，明年又有新問題，大門處理完，睡房又有問題，你本人處理完，個仔個女、丈夫、太太又要另外處理。最後觀眾唔係買一件物品，而係慢慢相信冇咗對方，自己同屋企人就唔安全。我哋不妨想象一個幾常見嘅情況，一位60幾歲女士，丈夫幾年前離世，仔女又住喺外地，佢平時一個人住，身體有少少唔舒服，已經會擔心萬一夜晚出事冇人知道。有一日佢睇到一段內容，話某生肖當年容易有血光，對方再話佢屋企某個方向有問題，需要請幾件物品返去。佢買咗之後，頭幾日個心係安定咗，
因為覺得自己已經做咗一件事保護屋企。但過一排條腰痛，佢又開始諗係咪化解得唔夠，下次復診醫生話血壓高少少，佢又懷疑係咪另一個方位有問題。最後最辛苦嘅未必係買咗幾件物品，而係佢已經慢慢唔相信自己嘅生活可以靠檢查安排鄰里支援同仔女聯絡去改善。佢開始相信自己每日平安與否取決於一堆自己完全唔明嘅神秘力量。我哋唔應該取笑佢，佢唔係貪心，亦唔係冇常識，佢只係太想保護自己同家人，而有人剛好知道點樣利用呢份擔心。恐懼式生意最厲害嘅地方，唔係一次賣你一件東西，而係令你慢慢相信冇咗佢你就冇安全。咁黃庭之式嘅理性判斷同呢種做法最大分別喺邊度？第一樣就係有條件先有判斷，真正有分寸嘅術數唔會見到一個符號就急住落結論，佢會問呢粒星出現喺咩位置，同其他星曜形成咩關係，當事人幾多歲，正面對工作、婚姻、財務定健康問題，呢種傾向以前有冇出現？外在環境又有冇將問題放大？用生活語言講，即係唔可以淨係問結果，要問背景。有人問我今年適唔適合轉工，神怪式答案最簡單，適合或者唔適合，講完。但真正負責任嘅判斷，仲要問你而家個行業係咪收縮，你有冇半年至1年生活費，新公司係正式出咗聘書，定係朋友口頭話有機會？你係因為有更好發展而走，定係昨日同上司鬧交，今日一時衝動？一位35歲冇家庭負擔、技能喺市場上有需求嘅人，遇到變動可能真係機會。一位58歲仲供緊樓要照顧父母嘅人，同樣遇到變動，處理方法自然要穩陣好多。你唔可以因為見到同一個變動符號，就俾兩個人同一句答案。又例如父母成日問仔女將來孝唔孝順，呢個問題邊一粒星可以完全回答，仲要睇父母同仔女過去幾十年點相處，父母係關心定係控制，有冇成日用金錢幫住仔女，仔女成家之後，父母有冇尊重佢哋嘅生活，每次仔女返屋企係輕鬆食餐飯，定係由入門口開始就被問人工、婚姻、生仔同買樓。一個家庭今日嘅關係，往往係幾十年互動累積出嚟，冇可能淨係睇一個宮位就將所有責任一筆勾銷。冇條件嘅吉凶，聽起來最乾脆，亦最容易誤導人。第二個理性特色就係承認事情未必得一個答案。好多人以為講得愈肯定就愈有本事，一定離婚，一定破財，一定有貴人，3個月內一定發生。呢啲說話聽起嚟好有力量，亦好容易令人留下印象。但人生愈複雜，愈唔可能由一個符號完全決定。真正嘅專業唔係每件事都講到100%，而係分清楚咩係傾向，咩係風險，咩條件會令問題加重，咩選擇可以減少風險。資料不足時，亦要承認唔可以斷得太盡。例如健康問題，如果術數角度提醒某段時間要留意身體，落地做法應該係定期檢查，唔好延誤復診，留意睡眠、飲食同家族病史。唔係宣布某個器官一定有病，更加唔可以叫人用儀式代替醫療。婚姻方面，見到關係容易有衝突，可以提醒兩個人檢視金錢係咪透明，照顧長輩責任有冇講清楚，說話方式係咪長期帶侮辱，大家有冇私人空間。唔係一句命中相係就叫兩個人放棄30年關係。有分寸嘅人唔會因為自己懂一套術數就假裝自己掌握咗全部人生。第三個理性特色就係術數最後一定要回到現實，講財運要回到現金流，你收入穩唔穩定，有冇緊急備用金，投資風險係咪超出承受能力，退休之後係咪仍然無上限補貼，成年仔女如果只係講你有財你漏財，聽完之後生活一樣亂，咁個分析幫到你幾多？講風水要回到居住狀況，通道係咪被紙箱同鞋阻住，
睡房係咪太光太嘈，空氣唔流通？屋企人係咪完全冇私人空間？廚房同浴室係咪長期潮濕？風水唔應該係買一件物品遮住混亂，而係提醒你先整理生活。講小人要回到人際界線，你係咪太快相信人？係咪未簽文件就交錢？係咪成日為咗面子答應超出能力嘅事情？係咪情緒一來就將所有私人資料同人講？有些所謂小人問題，未必係突然有一個壞人走埋嚟，可能係自己一直冇建立清楚界線。講萬年福氣，亦唔係只睇有冇樓、有冇仔女、有冇積蓄，仲要睇你係咪仍然可以決定自己啲錢點用，醫療安排清唔清楚，住屋適唔適合身體，仔女幫你係照顧，定係慢慢將所有決定權攞走。術數如果唔能夠幫你處理今日嘅生活，只能令你擔心聽日嘅衰磨，佢嘅價值就已經走偏。講到呢度，我哋亦可以由佛學角度睇下人點解愈想改運，反而愈容易被控制。好多人口中話想改運，其實未必係想大富大貴，佢只係希望家人唔好生病，仔女唔好受苦，自己晚年唔好失去尊嚴。呢種願望好人性，亦值得理解。但問題係，人有時會想將所有不能控制嘅事情變成一份可以購買嘅保障。當有人話只要買一樣嘢，做一件事就可以避開未知，情緒上會覺得終於有事可以做，就算理性上唔係100%，相信個心仍然會諗，做咗至少安心一點。但短暫安心好容易變成長期執着。今日派一個方位，聽日派一個日子，後日又派某個生肖，慢慢每日都喺度揾危險信號，最後唔係命運變差，而係個人每日都活喺等待壞事發生嘅狀態。佛學唔係叫人乜都唔理，亦唔係叫人唔好預防。真正要分清楚嘅係咩係可以處理嘅責任，咩係無法完全控制嘅變化，咩係合理準備，咩係由恐懼推動嘅執着。你定期做檢查係合理準備，你安排好醫療費係負責任，你同仔女講清楚有事揾邊個，亦係安排。但如果每日因為一條短片懷疑自己下一刻會出事，跟住不停花錢買安心，呢個就未必係準備，而係被恐懼拉住行。真正嘅安定唔係得到一張保證你人生永遠唔出問題嘅紙，世界上冇人可以俾你呢張紙。真正嘅安定係知道問題來時自己有能力面對，身體有事知道揾醫生，財務有事知道收縮支出，家庭有矛盾知道坐低講清楚，有些事情控制唔到，亦知道唔需要將自己嚇到每日瞓唔着。愈想將所有風險完全消滅嘅人，愈容易被聲稱掌握風險嘅人控制。咁普通觀眾日後再聽到一段玄學內容，點樣分辨對方係分析定係嚇你？第一，睇對方有冇講條件，可信嘅分析會話喺咩情況下風險比較高，咩因素可能令結果改變，仲有咩資料不足。恐嚇式內容通常只講結果，唔講條件。例如淨係話你一定破財，但完全唔問你有冇負債，有冇投資，家庭支出幾多。咁佢所講嘅破財根據係咩？第二，睇佢有冇將傾向講成必然。如果一段內容入面不停出現一定注定必有大災，無法避免，不做就出事，大家要停一停。人生本身充滿變數，一個越複雜嘅問題越唔應該一句話講死。第三，睇個問題同解法係咪都只有對方先知道。如果一個人先宣布你有一個睇唔見嘅危機，再話只有佢出售嘅物品或者服務可以處理，唔代表佢一定呃人，但至少應該問清楚，亦值得揾第二個意見。第四，睇佢係咪不停催你即刻付款。凡係利用今日唔做就來不及，過咗呢個日子就冇得救，逼你作大額決定都要特別小心，尤其牽涉長者、積蓄、借貸、保險、物業或者大額費用，更加唔可以因為驚就即刻決定。真正有效嘅方法唔會因為你考慮一晚就突然完全失效。第五，睇佢有冇提供現實可行嘅做法。
講健康風險，有冇叫你檢查同覆診？講財務，有冇叫你整理現金流同分散風險？講婚姻，有冇提溝通、責任同金錢安排？講家宅，有冇先睇整潔、通風、睡眠同安全？如果所有解法都只係神秘用品，現實問題一樣都唔使處理，咁就要問究竟係幫你解決問題，定係只係幫你暫時壓住不安？第六，睇對方容唔容許你提問。真正有信心嘅人唔怕你問，點解唔怕你問？仲有冇其他可能？亦唔怕你話想考慮一下。恐嚇式權威，好多時唔中意人問得太多，因為問題一拆開，神秘感就會減少。第七，睇佢有冇尊重專業界線。術數唔可以代替醫生，風水唔可以代替樓宇安全檢查，命理唔可以代替法律文件，改運亦唔可以代替財務規劃。任何人叫你停止服藥，放棄專業治療，唔好揾律師，或者將大部分積蓄交出去，都應該立即提高警覺。第八，問自己一個最簡單嘅問題，聽完之後我係更清楚定係更加依賴？你有冇知道下一步可以做咩？有冇更明白自己嘅性格同處境？有冇知道邊啲風險可以減少？定係你只覺得自己好危險，必須再揾對方一次？好嘅分析會增加你嘅判斷力，恐懼式內容只會增加你對分析者嘅依賴。術數要點樣講先唔會變成神怪故事？第一，先講生活，再講術語，唔好一開口就堆星曜宮位同門派。先講人遇到咩問題，例如有人好識賺錢，但啲錢一到手就留唔住；有人夫妻感情唔算差，但每次講錢就鬧交；有人能力好好，但每逢重要關頭都因為心急做錯決定。觀眾先見到生活，再引入術數概念，佢先知道呢套學問同自己有咩關係。第二，每一個概念都要講限制。你話某個宮位反映財務傾向，就要講清楚佢唔能夠單獨決定一個人一生有幾多錢。你話某種星曜容易有衝突，亦要講佢有時可以成為勇氣、行動力同競爭能力。你話某段時間變動增加，變動可以係轉工、搬屋、家庭角色改變，甚至係自己心態改變，唔應該一聽變動就直接等於災難。第三，要加入時勢同資源，同一種傾向放喺唔同年代、唔同職業、唔同家庭條件，結果可以完全唔同。術數唔係將人抽離社會，放喺真空裏面判斷。第四，要提供行動，而唔係只提供預言。如果睇到一個人容易衝動投資，可以建議佢設定投資上限，唔借錢入市，每次大額決定延遲24小時。如果家庭關係容易因錢衝突，可以建議提早講清楚照顧責任、資產安排同每月支援金額。如果壓力容易影響健康，可以提醒檢查休息記錄症狀同埋揾合適專業人士。第五，要容許事情有不確定，唔係每一件事都有唯一答案。有時術數能夠做嘅，只係指出邊個方向風險較高，邊一種性格要控制，邊一段時間適合保守一點。能夠承認不確定，唔係學問不足，而係對人生有分寸。我哋再用3個生活例子，睇清楚神怪式解釋同現實判斷有咩分別。第一個例子，一對60幾歲夫妻，退休後收入少咗，但仍然每個月補貼2個成年仔女。個仔供樓有壓力，個女轉工期間冇收入，夫妻覺得做父母點可以唔幫？最初每個月幫少少，後來個仔要交管理費，個女又話想讀一個課程，慢慢每一筆都唔算大，但加埋幾年，退休積蓄愈來愈少。兩夫妻開始擔心係咪屋企漏財，有人話大門位置不對，建議放一件物品，物品買咗錢仍然繼續減少。點解？因為真正嘅問題係家庭支援冇上限，夫妻亦冇先保留自己嘅醫療同生活費。呢個例子唔係要話風水完全冇得睇，而係提醒大家一間屋嘅財務問題，首先要睇啲錢由邊度流出去。如果術數見到一個人有財來財去嘅傾向，
真正有用嘅提醒應該係佢係咪太難拒絕人，係咪將疼愛仔女同無限支援混埋一齊，係咪每次都覺得自己仲有能力，直到有一日先發現筆錢已經返唔到轉頭。第二個例子，一對夫妻結婚30幾年，退休之後感情反而愈來愈差。丈夫習慣早起，重視秩序，覺得屋企每件物品都要放好。太太以前返工忙，退休後想自由一點，朝早飲茶，下午同朋友行街，唔想每日都俾人安排。以前大家各自返工，一日見幾個鐘，問題唔明顯。退休後日日對住丈夫，覺得太太懶散，太太覺得丈夫控制。有人話兩個人生肖相沖，睡床方位又不利。但真正嘅問題可能係退休後生活角色改變，兩個人從來冇重新分配家務、私人時間同金錢安排。佢哋需要處理嘅係每日各自需要幾多私人空間，邊個負責咩家務，共同支出點樣安排，退休後可唔可以仍然有各自嘅朋友同生活。術數可以提醒某類性格互動容易衝突，但唔可以代替兩個人坐低傾。第三個例子，一位50幾歲男士喺同一個行業做咗20幾年，公司開始數碼轉型，要求員工學新系統，佢覺得自己經驗豐富，唔需要同後生仔一齊學。幾年後公司重組，佢個職位被削減，佢去問運程，對方話流年不利，小人當道。呢種說法可能令佢暫時舒服，因為問題全部係公司同小人。但如果佢只等運程轉好，下一份工作仍然會遇到同樣問題。更完整嘅判斷應該問個行業點樣變，自己技能係咪過時，過去嘅經驗邊啲仍然有價值，邊啲新工具一定要補上。所謂時勢不利，有時唔係叫你坐喺度等，而係提醒你唔好再用10年前嘅方法處理今日嘅環境。當然，我哋講黃庭之式嘅理性術數，亦要避免走去另一個極端，唔好將黃庭之先生講成現代科學家，亦唔好聲稱術數已經被現代科學完全證實。我哋可以講呢種思想重視條件、格局、時勢同分寸，唔將象徵直接講成必然事實，亦唔好將所有民間信仰都話係掂局。有些傳統儀式、物件同習俗本身有文化、宗教或者心理安慰嘅意義。問題唔係一個人可唔可以擺一件吉祥物，而係有冇人用災難恐嚇、虛假保證同時間壓力逼佢付款，甚至叫佢放棄現實處理。更加唔好將相信術數嘅觀眾講成冇常識。好多時人只係喺最不安嘅時候，希望得到一點方向。我哋要做嘅唔係站喺高處笑佢，而係陪佢分清楚咩係提醒，咩係操控，咩係文化，咩係生意，咩可以參考，咩唔應該代替現實。如果有一日你或者屋企人遇到一段令人好驚嘅玄學說法，有幾件事可以即刻做。第一，先停24小時。凡係涉及付款買物品或者重大人生決定，唔好喺恐懼最高嘅時候立即行動，俾自己至少1晚時間。真正有效嘅處理方法唔會因為你多諗一日就完全失效。第二，將對方嘅說法寫成具體句子。對方話你有破財危機，你就問破幾多，大概喺咩時間，由咩原因造成，有咩現實跡象，除咗買呢件物品，仲有咩方法降低風險。模糊說法一寫具體，就比較容易睇到裏面有冇真正內容。第三，先處理可以驗證嘅現實問題。擔心健康，先檢查；擔心財務，先整理收支同負債；擔心家宅，先檢查安全、通風漏水同雜物；擔心婚姻，先睇溝通、金錢同責任分配。唔好用神秘解法代替可以驗證嘅行動。第四，揾一個冇利益關係嘅人商量，尤其長者遇到大額改運費用，可以先同仔女、朋友或者可信任嘅專業人士傾下。唔係話仔女一定比父母聰明，而係人喺恐懼裏面好容易只見到一個答案。多一個人可以幫你問多幾個問題。第五，問自己
呢個解法有冇增加我嘅自主？做完之後，我係咪更清楚？知唔知道下一步點安排？定係下一次一有事，仍然只可以揾同一個人真正好嘅指導，最後會令你慢慢站穩，而唔係永遠離唔開佢。講到最後，我哋再返去今日個問題，黃庭之先生嘅思想點解唔適合被講成神怪故事？因為呢套思想真正關心嘅唔係點樣用神秘感證明自己有本事，而係點樣由格局、條件、性格同時勢之中睇清楚一件事點樣形成。佢唔會因為見到一粒煞星就睇一個人宣布人生完結，唔會因為屋企一個方位有問題就將家庭所有矛盾推俾風水，亦唔會因為流年不順就叫人停止檢視自己嘅選擇。人生當然有好多我哋控制唔到嘅部分，出生喺咩家庭，遇到咩年代，身體有咩限制，有些事情唔係努力就可以完全改變，但喺限制之中，人仍然可以早一點睇見自己嘅弱點。喺心急時唔好即刻作大決定，知道咩風險自己承受唔起，家庭同金錢問題提早講清楚，環境已經改變時唔再用舊方法死頂，遇到健康、法律同財務問題，亦知道要揾合適嘅專業，而唔係將所有希望放落一句預言。術數如果做到呢啲，佢就唔係神怪故事，而係一面鏡。鏡唔會替你行路，亦唔會保證前面永遠冇風雨，但佢可以令你睇清楚自己而家站喺邊度，身上有咩長處，亦有咩地方最容易失去分寸。真正嘅改運唔係買到一件可以替你擋住所有問題嘅東西，真正嘅改運係慢慢練出一種能力，事情未發生時懂得準備，事情發生時唔會亂。人去到某個年紀，真正想要嘅未必係知道每一件事會唔會發生，而係遇到事情時個心唔好咁亂。一套學問如果令你愈聽愈驚，未必真係再幫你。如果令你睇清自己，睇清環境，亦睇清下一步可以點做，佢先值得慢慢學。術數可以提醒你，但唔可以替你做人。命運有佢嘅限制，但人喺限制之中仍然可以選擇自己下一步點行。你有冇遇過一啲玄學說法，聽完之後唔係更加安心，反而令你擔心咗好耐？你覺得術數最重要嘅作用係預測結果，定係幫人睇清選擇？不妨喺留言區講下你自己嘅看法。